頭先你上堂，你有講過你懷疑你爸爸有逃避型人格。冇錯，如果你問佢問題嘅時候，佢經常好似推搪，然之後又將你推去媽媽嗰度，呢一個懷疑係合理嘅。逃避你，卻又期待我可以做情人。跟你做情人，原來 Miss 好少聽 pop music， 但喺呢句歌詞裏邊，你係可以聽得出，縱使佢逃避你，但其實佢好愛你㗎。你爸爸係絕對有可能係呢一種嘅人格，佢咧唔會避開晒一切嘅 relationship。有啲人際關係可能比較複雜啦，佢就會想避開，覺得解決唔到咧，又會唔去處理，然之後將所有問題、所有唔開心擺晒喺自己心裏面。其實咁樣係唔得㗎。我唔理你係老豆啊、奶奶啊、老公啊，邊個都好，你又唔開心，咪攤出嚟講咯。你要對自己好少少啊，你知唔知道啊 ？Anyways，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咁樣同屋企人傾下。如果處理唔到嘅，揾社工，揾專業人士。Remember， 你今日行嘅一小步，係等於對你愛嘅人踏出嘅一大步。一齊努力。逃避你，卻又期待咩話？期待你，卻又唔係喎，逃避你，卻又懷疑未愛人。我唔識唱，點解我唱唔到嘅？老師係唔聽 pop song 嘅，OK？